希塔美德下載。美麗，美麗唔單單係存在於外在嘅容貌或者係景色當中，更加存在喺內心嘅純正以及善良。當我哋以欣賞嘅眼光看待世界，我哋就能夠喺日常細節嘅當中發現美麗嘅存在。呢種內在嘅美，讓我哋嘅生活充滿咗色彩同埋希望。美麗係一種能夠溫暖人心嘅力量，無論喺藝術嘅作品裏面，定係喺自然嘅景色當中，佢都能夠喚起我哋內心深處嘅共鳴。當我哋用心去感受同埋創造美麗，我哋嘅內在世界亦都會變得更加豐富同埋充實。美麗就好似一朵綻放嘅花朵，喺陽光下閃耀住光芒。呢種力量讓我哋喺面對困難嘅時候，依然能夠保持積極嘅心態，並且以感恩嘅心去迎接每一日嘅到來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美麗嘅定義，我知道美麗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是美麗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美麗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美麗嘅觀點，我知道美麗係可能嘅，我知道美麗係安全嘅，我是美麗的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講 Yes 去接收。我為大家見證，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